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又返到嚟越讀越有型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個名好得意嘅書，叫做《小狗錢錢》。呢本書喺全球已經賣出超過500萬本，有人叫佢做德國版嘅《窮爸爸富爸爸》。但係我覺得佢唔止係一本理財書，而仲係一本夢想行動嘅指南。無論大人定小朋友，我認為都可以即刻用得着。呢本書講嘅係一個好溫馨又勵志嘅故事。主角係一個平凡嘅小女孩。有一日，佢救咗一隻受傷嘅拉布拉多狗狗，仲幫佢改咗個名叫錢錢。但最神奇嘅係，呢隻狗竟然識講嘢，仲係一個超級理財高手。錢錢一步一步教個女仔點樣同金錢建立正確嘅關係，例如點樣儲錢、投資、訂立目標。最後唔單止令佢自己變得更有錢、更有自信，仲改變咗佢一家人嘅命運。書入邊第一個魔法就係要12歲嘅主角奇拉整一本夢想相簿。我想問下大家，有冇人細個試過剪報紙、雜誌嘅相貼喺簿仔度？嗰陣嗰種期待同開心，你仲記唔記得呢？呢本書早喺1999年出版，聽落雖然有啲老餅，但係如果你諗真啲，點解到而家仲有咁多人推介呢？因為佢嘅方法雖然聽落簡單，但係的確有佢嘅威力。作者博多薛佛喺書入面講過一段我覺得好重要嘅說話：你想象得越多，你嘅願望就會變得越強烈，然後你就會開始尋找機會去實現願望。機會到處都有，但係只有去尋找先至會發現，只有擁有強烈嘅渴望先至會去尋找，而只有不斷去想象，咁你先至會有強烈嘅渴望。呢段說話聽落好似好深，但係道理其實好簡單，就係想象令你有渴望，渴望令你會想主動尋找、主動爭取。而當你個人有住一個主動尋找、主動爭取嘅心態嘅時候，咁機會就會離你越嚟越近。所以要記得，先想象到渴望，再尋找，最後就出現同把握機會。咁我想問下你哋，如果而家俾你整一本夢想相簿，第一張相你會貼啲乜嘢落去呢？錢錢教奇拉嘅第二招就係寫一本成功日記。老實講，我自己都試過跟住做一排，頭幾日真係諗到頭都痕。究竟有啲咩係我覺得自己做得成功嘅事可以寫落嚟呢？今日又冇升職，又買唔到樓，真係冇咩特別成就。但係慢慢我發現，原來成功唔一定要好大件事，有時只係你今日肯踏出一步，肯去試，肯唔放棄，已經係一種成功。心理學大師塞里格曼講過一個概念，叫解釋形態，意思就係一個人點樣去解釋自己嘅經歷，會決定佢對人生嘅態度。如果你每日都揾一件好事寫低，無論幾細件都好，你個腦就會慢慢形成一種正向習慣。久而久之，就算遇到挫折、出錯、俾人批評，你都會問自己，呢件事入面有冇啲正面嘅地方，同埋我學到啲咩呢？呢個就係成功日記最神奇嘅地方。佢唔只係一本筆記，而係幫你訓練你個腦嘅思考模式。當你開始寫嘅時候，唔使太勉強自己，一日寫一樣就夠，唔需要寫得好靚好深，只要真誠就得。重點係聚焦喺我知道、我擁有、我做到嘅事，而唔係日日掛住自己冇啲咩、輸咗啲咩。你會發現寫落寫落，自己嘅心態會開始改變。以前覺得我好廢啊，慢慢會變成其實我今日都做得唔錯喎，自信心會自然提升，仲會重新定義成功呢個字。準時交功課係成功，煮餸冇燶到係成功，忍得住唔衝動買貴嘢都係成功。成功唔係遙不可及嘅事，而係藏喺我哋每日生活入面嘅一啲小決定、小進步。嚟到重點啦，講下書入邊最實際、最落地嘅部分，理財。小狗錢錢成本書最吸引我嘅地方，就係佢將理財講得好人性化，冇艱深嘅投資術語，冇咩複雜公式，反而係小朋友都聽得明，但大人未必做到嘅智慧。錢錢教奇拉賺到嘅錢要分3份：一、生活開支，呢份用嚟過日子、食飯、交通、娛樂；二、夢想基金，專門為實現夢想留嘅錢，無論係旅行、學新嘢，定係買一樣真係令你開心嘅物件；三、養我錢，最有意思嘅一份用嚟投資，
等佢幫你生金蛋。呢個比喻好靚，唔係日日捉住隻鵝嚟劏，而係學識點養佢，等佢慢慢為你生蛋。長遠嚟講，呢份錢先係你真正嘅財富基礎。至於還貸款，錢錢都提醒企拉唔好貪快。好多時我哋會覺得還得快啲好似代表負責任，但書入邊提出一個5分原則，一半用嚟還債，一半繼續儲錢。咁樣做有2個好處：一，你唔會因為一次過還清搞到戶口清零，冇安全感；二，你會保持前進嘅動力，因為儲緊錢本身就係一種鼓勵。再嚟講講清醒消費，書入面有句好實用嘅說話：聰明人只會攞過去積存嘅財富用於支出，意思就係唔好借未賺到嘅錢嚟滿足即時慾望。信用卡分期付款聽落方便，但好多時都會令你變得未富先債。我自己睇到呢度都會心微笑，好似我之前買電腦，原本個 sales 同我講可以分期免息，仲話咁你就輕鬆啲啦。但係我最後都係決定一次過俾晒，當時純粹覺得唔想欠人。睇完小狗錢錢，我先明白，原來自己潛意識已經避開咗消費性貸款呢個陷阱。因為當你用自己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去買嘢，你會更加珍惜嗰種踏實感，係分期付款永遠換唔到嘅。嚟到最後一部分，小狗錢錢最犀利嘅地方，唔淨只係教你點樣理財，仲係教你點樣做人。錢只係工具，但背後折射出嘅係你對生活、對自己嘅態度。去到續集小狗錢錢2，作者用咗一個甜甜圈做比喻，佢話甜甜圈外面個圈代表物質生活，中間個窿就係心靈層面，兩者缺一不可。如果你只係顧住外面個圈，揾錢、買嘢、追名逐利，而忽略咗中間個窿，你會覺得你嘅人生好似永遠都唔夠甜，唔夠滿足。但係相反，如果你淨係講心靈，不求實際，冇足夠嘅金錢支撐，嗰份平靜都好難長久。書入邊有一句咁嘅說話，就係金錢會暴露一個人嘅品行，因為金錢就好似放大鏡一樣，佢會令你將自己睇得更清楚。錢唔會改變人，只會放大人。你慳得有智慧，錢會令你更穩定；而如果你貪得無厭，錢會令你更焦慮。所以學識理財，其實係學識面對自己。仲有一句我覺得特別震撼：不要陷入公平陷阱。生活唔會永遠公平，有人出身好啲，有人起步慢啲。但作者提醒我哋，唔好用公平唔公平嚟決定你要唔要繼續努力。如果你永遠等到環境公平先行動，你可能一世都喺原地踏步。反而係嗰啲能夠接受世界唔完美嘅人，先可以真真正正掌握自己嘅命運。所以小狗錢錢唔只係一本理財書，更係一本教你點樣用錢活出價值，點樣用心過生活嘅書。如果甜甜圈理論代表你嘅人生，你覺得而家你係咪太專注於個外圈，而你又有冇好好照顧中間嗰個窿呢？總結一下，小狗錢錢帶俾我最大嘅啟發，唔只係理財，而係一套積極正向嘅人生態度。你可以冇錢，但唔可以冇掌控感。錢錢教奇拉學嘅，其實就係點樣由被動變主動。我哋可以透過夢想可視化，整理嘅夢想相簿，俾自己一個清晰嘅目標。透過自信日常化，寫你嘅成功日記，訓練自己留意生活入面嘅亮點。透過理財簡單化，養我生金蛋，慢慢建立屬於你嘅財富基礎。同埋最後透過品格核心化，去記住錢只係工具，而你先係嗰個主角。最後我想分享2句書入邊我最中意嘅金句俾你哋：只有做自己真正中意嘅事情，先至可能真正獲得成功。我生命中最美好嘅事情之所以發生，都係因為我做咗原本唔敢做嘅事情。所以從今日開始，唔好再講我試下，而係講我會做。因為試下通常代表你已經準備好退路，而我會做先代表你真係相信自己。只要你願意為自己嘅人生100%負責，夢想相簿入邊嗰啲圖片好快就會變成你手機相簿入邊嘅真實相片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分享，就記得 like、訂閱、留言同分享呢條片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多謝你哋陪我一齊睇書，一齊成長。
閱讀令你更聰明，知識令你更有型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